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你当下看到的一切多是说法，不一定是事实啊。可书中写着，陆渊死在了缘起之变。要不你再看看。恢复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别忘了，这本书是谁写的？是我写的。是啊，自始至终都只是你自己的想法和说法在变罢了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原来陆渊的命运从未被改变过。他没有死在缘起之变，所以他依然是暮年之时被圣武帝楚同长以妖后之名除去，对吗？没错。可圣武帝楚同长应该知道陆渊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圣武帝又何尝不知？所谓妖后，不过都是世人对他母后的偏见罢了。您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的祖上就是楚同长，是9国乱世中一统天下的帝王。那他到底为什么？沈先生，有些事得要你自己去找答案。你经历了这么多，难道还相信别人的说法吗？